1963年10月7日，大西洋的风台扫过这个滨海地区，强风大雨总共造成差不多4000人死亡，当地进入紧急状态，灾情员讲是真正难。1976年10月7日，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下令抓四人帮的主要成员。后来，华国锋伫北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，伫会中宣布讲，粉碎四人帮是毛泽东的遗愿。四人帮比了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，最后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。2014年10月7日，伊波拉疫情继续咧扩大。一个西班牙的护士因为照顾病患意外去喂到伊波拉病毒，疫情扩散到其他国家，造成全世界受惊。目前，伊波拉病毒依然无预防车通自全新形态传染病传讲初步得到控制，不过世界各国的防疫部门依然唔敢大意。